阿雄。专家有你为的观众第五啦。是哩，大家本节目挑战我的题目，过5关8奖金，上最35000个，你砸转去哦。收金张，收金张啦。咱两队的来宾啊，因为要来摕奖金因为嘛啦。台语拢有够赞的。是我这边先来，好来明日之车啦，嘿，我的队友林有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有车。哎，恭喜咧！感恩呢。哎，真正娶某前生家后，即马出来未？阿未，所以阿未，我想讲哦，先生囝，先生囝，后娶某，这中我拢好运，敢会当安尼？袂当，袂当安尼啊？嘛是会当啦，即马无人伫禁忌这啊啦。是，不过啊，我来讲哦，这真正有影咧，因为啊，迄落马国贤呐，哦，阮的马先生来啊，伊来啊，伊摕到奖金啊，真假？真正的。从来没摕过哦。从来毋捌睇过，真正有影哦，娶某前生家后。你镜头，讲我都摕啦，你们这对拍面的啦。今日了，家己的迄落啊，小师妹拢甲带出来。哦，是。嘿，来介绍一下好不？大家好，我是尤辉，啊，我即马是一个演员，嘛是一个歌手。好，欢迎你来哦，我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武星，啊，我今年18岁，对，我即马18岁，没介绍，上细汉会当介绍一个，对，啊，我即马要读大学啊，对，啊，我诶兴趣是跳舞，对，我即马嘛咧演迄个八点档，好，欢迎你哦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姚婷，然后我嘛是一个演员，啊，听到我嘛有去演，是，啊，不过我本业是做室内设计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讲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吴安迪，然后我是台中清水人，然后我嘛是一个演员。啊，我虽然无去演天道，啊，我有咧拍广告，我有演过迄家蛇，啊，无就是女鬼。啊，我的迄角色角色拢较特别啦，毋是一般的，我咧演一寡家蛇，规身躯穿家蛇装的。哦，我真真高水。这样的英雄就是咩咧？赞。无，这个是广告的型啦，广告要互人观众来注意力，就是爱安尼。欢迎你哦，好，来我哋这边啊。是，恁这边是明日之星对吧？是，阮这边是青春有够赞啊！哦，有够18来啊！对，好，来欢迎。第二，第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二，我是演员，我即摆嘛是演出天都。是。啊，即摆总算有机会来看美秀姐啊，还有松哥啊。哦。啊，正经唔敢来是惊家己台语无够好啦。别，今日了带青春有够赞的来啊，安尼就对我啦。好，咱是好朋友，来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来，欢迎。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涂建和，啊，我今嘛是一个演员呐，啊，不过吼，我主要拢是拍故意的戏较济，啊，天都吼，我无去演，对啊，袂要紧，啊，不过后摆若是有机会咱合作安尼啊，啊，我有细汉哦，就高雄大汉，交三代东东，交阿公阿妈做伙大汉，所以我的台语拢是交阿公阿妈做伙抬杠练出来。欢迎你哦，来，我上来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晶。啊，我嘛是咧天道内底是演一个学生，是啊，平常时我嘛咧教跳舞、国标舞。哦，国标舞。啊，我就是第。不要紧，跳落去就对我咯。无啦，就是进前拢有咧比赛安尼，啊，即马就是一个演员，然后拢有咧加加国语的，还是台语的，拢有合作，拢有去演一寡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，我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和健，我是屏东东港人，嘿啊，我目前嘛是甲迄雨欣共款拄啊为天道拍线尔，对，啊，我即马拢是演舞台剧较济。是，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我上来去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jen琪，我过来啊。你后生呢？后生就我是后生，我伫旧年嘛是出过一张专辑，我和上哥和秘书姐啊，嗨，我嘛是高雄人哦，台语就好诶。有自信就对啊啦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即摆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捧场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学台语无撇步，接讲接听，你就会进步。嘿，一定要接讲接听啦吼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
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。啊，你一句我一句。好，听我讲，车手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手要较紧的哦。好，好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你若要安怎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你若要安怎三日哦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苏雅来。好，我先。你若要去改名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去改名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，我这边跟你想哦。你若要去改名，一定要先看日。改名，讲啊，改名。嘿，改名。你讲详细声，我听到。嘿，你讲一个无共款的。你若要去结婚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你若要去结婚，哎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结婚来看。哦，结婚一定要看日的，来。你若要搞大无，一定先看日，有够大声无？老师对唔对？搞头毛是爱看日。因为贵油，查某贵贵啊，大家爱看迄种，就等个头毛，查某囡仔啦，查某囡仔老超贵油就爱看。会使。老师，互你惊到啊啦！伊拄仔讲伤细声，讲伊听无。安尼伤大声。好，来，今日个想来这边。来，你若要拜普渡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拜普渡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拜普渡，咱袂用拜咧，要普渡啦，啊，看你要拜拜，还是要普渡，啊，无咧拜普渡。是。三日哦。拜神明。哦，拜神明。请神明。哦，请神明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请神明就会使。好来，你若要搬新厝，一定爱先看日。哦，有影哦。搬新厝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搬新厝会使。哎，好来这边。你若要去陪梦，一定爱先看日。哦，去陪梦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去陪梦会使。好来，陪梦啊。我你讲好。你若要开公司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开公司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嘿，来，哦，愈来愈顺哦。你若要去开刀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去开刀啦，这真重要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好来，嘿，三日就好。你若要娶新妇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娶新妇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嘿，来。你若要开店面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哎，店面甲公司有共款无？公司是一大间，啊店面是卖凉的啊。哦，我来问老师哦，开店面，老师对唔对？来开店面的。哎，好来哦。你若是要生囡仔，破腹啊，破腹，爱看一下日的啊。是，你若要生囡仔，老師對唔對？好，有人會安尼對。是，來，禮拜哦，歡迎進你若要簽合約，一定愛先看日。哦，簽合約啦，老師對唔對？好，簽合約會使。來。你若要看新車，一定要先看日。哦，看新車啦，老師對唔對？好，會使。對哦，來。你若要起新厝，一定愛先看日。哦，起新厝，伊是搬新厝，搬新厝的起，哦，嘛是無共咧。起新厝，老師對唔對？好，來會使。來。你若要買新厝，一定愛先看日。哦。管他多是搬，買厝，誒，都是厝，安尼唔過安尼真正有影無共款咧。係啊，不要緊，我問老師，老師買新厝對唔對？來，厝攏互恁講哎，厝攏無啊，攏買好啊，係來足驚恁買，咱用買，你也是要買新厝，一定愛看日。袂使佮講厝啊，厝傷濟。買，買，你38你。我姐，你莫佮講厝啊。你若要過生日，一定愛先看日。哦，過生。你過生日，
过生日老师对唔对？你那边？过生日较无咧看日啦。哦，咱都有你啦咧。就家己就一天啊，不要紧，老师会甲你解说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伊咧生日就是固定的日子啊嘛，对，咱的日啦。所以咱袂甲看日啦吼。啊，一般比如讲，像咱会甲迄新香有无？吼，迄个开工有无？开工点眼迄有无？吼，你若要开工，啊，你就会当看日啦，吼，这个较会当用看日还是看日啦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拄则迄个生日可能较无遐适当，有影。啊，毋过已经足厉害，两队哇，真正厉害啊，够厉害，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老师讲厉害，较想要厉害，因为即马才第一题尔咧。接久诶。嘿，咱还有2题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来手跟个2个点名，小妹，来，咱出题。请问你的什么代表什么？4个字3个字。嘿，你的什么代表什么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这困难吗？你想看卖上某的什么？你要来，你的一举一动代表我爱你。哈？你的一举一动代表我爱你。应该是你的一举一动代表你爱我吧，不是代表我爱你。哦，代表你爱我。哦，你的一举一动啦。哦，一举一动啦，一举一动。一举一动代表你爱我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来，一举一动会使。哦，来。你的生辰八日代表你的名。哦，生辰八日代表你的名，老师对唔对？你的名，你的名，嘿，来。袂歹。我跟你讲。你的新婚地位代表你有钱。哦，新婚地位代表你有钱啦。好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袂歹。你的英语程度代表国际观。哦，英语程度代表国际观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袂歹。哦，袂歹哦。来，你的台语程度代表你韩漫，嘿，你的台语程度代表你韩漫。台语程度代表你韩漫。台语程度代表你韩漫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较袂，较无遐通啦，对无？是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，免阁想。我拄仔想死你讲你的passport，嘛是4字是不是？代表你的国家。是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哈，来老师。即恁拄则吼做的拢真有创意吼，啊其实有当免想遐济，咱嘛当对五官来想咧。对啊。哦，看到人耳啊足大有无？讲哦，这耳珠足大粒啊啦，你的耳啊足大，代表啦有福气啦。嘿啊。哦，还是讲哦，你的嘴唇真高啊，哦，看起来足老实的呢，代表真老实。哦。啊，比如讲这耳珠有一粒痣啊，讲哦，这会发财哦。哦。这拢会使，还是讲哦，你的汗臭真好，代表有咧运动啦。哎，这以上互大家参考，嘿，所以有当时也免想伤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这4字甲3字真正会讲考到。对啦。嘿，不要紧，上尾啊应该是袂安尼啦，上尾一题应该袂哦。好，来手跟个2个点名哦。好，来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今仔日透早无什么害我什么？哦，今日透早无什么3个字哦，害我什么3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哦。好，来这边。今日透早无去便所，无啊，3个字去便所。绕裤底。3个字去便所，害我无去便所，害我绕裤底。哦，无去便所，害我绕裤底。老师安对。绕裤底哦。哇，你要换一个无？对，老师你机会啊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无食渣，无食巴豆腰，害我巴豆腰。哦，无食早顿，害我巴肚枵。老师对，唔对？安尼 OK。来，要合理的哦，好来。合理。
今仔日今仔日透早，透早无看报纸，害我足无聊。哦，无看报纸，害我足无聊。老师对唔对？安尼会使。会使。谁先？今仔日透早无洗喙齿，害我喙臭臭。哦，无洗喙齿，害我喙臭臭啦。老师对唔对？好，爱洗喙齿哦。来，今仔日透早无食早顿，害我腰规工。他都讲过啊。今仔日透早无听音乐，害我真压榨。哦，无听音乐，害我真压榨。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加听我音乐。嘿，来，袂歹。五、今仔日透早无爬起床，害我赶袂赴。哦，无今仔日透早无爬起床，害我赶袂赴。无爬起床，害我赶袂赴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啦。哦，一定有伊的道理，也是讲颠倒摆啊啥。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。终于得了1分哦。咱来听老师解说哦，来老师。咱拄则一条啊，小我甲修者讲，你无先闹乱精啦，哦你安那讲过头啊，赶袂赴嘛，安尼可能去较拄好一点嘛，吼。啊，咱嘛会当讲，比如讲迄个无看新闻啊，吼，无看这个气象，哦啊，害我无早。哎，雨伞就4字啊！来，这较简单好啦，压着雨，害我压着雨。好，来，比如讲即摆人，若无啉咖啡，害我呐，足爱困的，也是无精神，哈。即摆人是无早手机，好对，也是讲，无穿外套，啊去干掉，互伊安那酷酷扫，害伊酷酷扫，哦，这都会当互大家参考。好，以上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要紧，第一回合名啦，进来看分数。是。好，先看阮这边名字一时一终于得了2分哦。啊，来咱这边的青春。袂歹嘛，有1分哦。所以第一回合的5000。来送咱明日支持。好，今日的第二回合抢答订购机。抢答订购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抢答订购机。第二安怎讲？我今日第二名怎讲？咱这回合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，伊会带大家去世界游览，不管是台湾还是外岛，啊当伊拄着不要讲的台语，就会问大家台语安怎讲。好，来第一位已经起来啊！吼，是咱这前期。朱70好，你好，前期顶抓来有摕到奖金无？有呢。赞！这边压力足大的。为什么安怎？因为摕过奖金嘛，这边无摕到就足见笑的。袂啦，哪会来这学习练习一下啦？是啊，零的，是第一道来，是上重点就是讲爱有自信就好啊。对，爱有自信。无唔对，所以讲咱有自信就是先甲1分摕起来啦。加油啊！好，来手放在零的顶面，听我讲车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未了这个日啊，我是伫巴西来 Kevin。今日啊，我来到一个最特别的所在啊！我知影吼，就是台湾人若看到这个老虎石吼，恁一定知影这是啥物所在啊？对啦，我伫平湖啦。好，咱来看卖平湖有啥物有趣味的台语题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相信吼，就是台湾人咧上课的时阵吼，伫恁的课本都有看过这个物件。这个物件啊，就是叫做柱状玄武岩。柱状玄武岩到底是啥物时阵去发现到的？就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日本人咧挖土的时阵，要做这个港的时阵吼，就有看过这了就是这柱状玄武岩。好，我们来说题目，请问柱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请问柱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柱状哦，好，来请抢答。哦，来，是你。跳啊钟，跳啊钟，跳啊钟，跳啊形，跳啊钟。算一种。算一个。哈，跳啊，跳啊，跳啊钟，跳啊钟。好，来。老师的名全唔对啦，跳啊钟对唔对？我一直都要甲你安尼。跟没想来，看定题要啥物？
好啦，跳啊行。好啦，跳啊行，恭喜！老师对你真好。嘿，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，赞哦！咱的柱状地上是跳安尼嘛，吼，所以叫做跳啊行吼。这个伊这个玄武岩跳真特别，吼，这是咱的叫做啥大家秀啦，大果叶玄武岩柱，吼，所以叫大家秀玄武岩跳，爱这行就是像迄跳啊安尼，所以叫跳啊行。不要紧，咱来一个第一个尔，搁加油有4位呢，吼，恭喜你！好，来，咱今年换人，是2位，一个是舞跳的真好，是你自细汉还是有跳舞吗？对，我学真侪款的舞蹈，对，是啊，演戏咧，请教就是前辈，请教前辈就是安怎先拜安怎讲，对。袂歹。啊，若是咱的美珍呢？美珍呢，我有看过你的，你的词较济对无？嘿，对。啊，我入去的时阵就一直咧哭，嘿，因为我去互因欺负，因是歹学生，我是好学生，是，嘿。所以讲你的词真济的时阵，你会背甲足辛苦的无？会足紧张的哦。对，就是足紧，啊，毋过就是无亲像即马一直咧想大词。因为我一直咧想，所以我讲袂好。哦，因为迄固定的就免想。嘿，对，迄就是固定的，就是你有啥物感觉，你就讲出来。所以讲啊，恁若是吼有什么落啊，恁就豆豆啊练练了，恁以后哦接的应该拢是女主角。对啊，形态好嘞，是，对，咱加油。加油！好，第2分啊，摕起来，咱嘛是加油哦，吼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带当试哦，哈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应该是戴梦成习班，我有听过9班。哦，袂歹哦，9班。头前迄2年吼，嘿，大小妹，大小妹，大妹9班。哦，厉害！老师大妹9班，对不对？这款鱼啊，互人叫做海鸡吧，伊的台语是咩怎讲呢？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日要来甲恁介绍哈，我这后壁遐尼啊大只的一只鱼，这只鱼哈是叫做玳瑁石斑。啊，不过我先甲恁介绍伊的故事。这只鱼啊，吼，这玳瑁石斑是由咱台湾著名一个艺术家吼洪毅做出来。啊，恁看卖哦，伊只吼有为着啥物物件呢？为着配合只吼一寡海洋的动物，像有海翁啦，吼，也是有一只海猪啦，吼，也是有海龟啦，吼，啥物拢有。好，安尼我们来出题目啊！请问玳瑁石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玳瑁石斑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阿未啊，是嘞，不要紧，嘿，来，免紧张，好，玳瑁石斑的台语安怎讲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赶快，有心，加油！有心来。我会感觉啦，因为我就袂晓讲。嘿，你感觉伊安怎？应该是玳瑁成习班。老师玳瑁石斑。对唔对？我讲较做认真的，唔过嘛是歹势。不要紧，来，我头前迄2年实在是无法度确定，啊，毋过我确定的时阵，会是后壁2年。后壁2年，我有听过大家咧讲迄9班。哦，袂歹哦，9班。啊，头前迄2年吼，嘿，我想者。好，想者。这2年有困难。嘿，你要提这个无？加油！大小妹，大小妹，哦，玳瑁，大小妹，大妹哦，所以玳瑁9班，玳瑁9班，哦，厉害，有够强的，确定哦，好，确定。我问老师哦，老师玳瑁9班对不对？该说啊，做聪明。嘿，袂歹，就是迄个字2字啦，好念啦，歹念。不要紧，咱来听老师安怎念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
这种鱼啊吼，伊真特别吼，啊真好食吼。平湖，咱其实迄个一年四季拢有啦，台湾遮嘛有，啊平湖的产量上济吼。啊伊安怎煮拢好食，是足有平湖味的海产。你若去平湖一定爱食哦。啊你爱先讲好对无？头家唔知你要点啥物，要点啥？好来，这种鱼啊，吼，咱石斑有足济，伊是石斑的一种品种啦，吼。来，咱会当讲鸡啊。鸡啊鱼，来，啥要讲鱼呢？因为咱台湾讲食鱼吃鱼，你若去平湖，伊是食鱼；你若去金门，因食鱼。哎，所以无讲哦，去平湖要有一个鱼哦，所以鸡啊也是鸡啊鱼。哎，啊，还有另外鸡啊鱼，因为平湖伊有啥？有人大的岛都有19个啊，所以逐所在讲的甲有无同。啊，甲另外一种，伊就看伊身躯无，安尼花一点一点，所以伊嘛甲叫啥？花鸡还是花鸡啊？花鸡啊！哎呀，所以有不啦种讲法啊，上界普遍的就是这个鸡啊，你讲简单来讲鸡啊，还是讲花啊？哦，这非常的困难呐。对啊，阮听都毋听过。我嘛袂晓讲。原来去到平湖要食这种鱼，你就甲讲鸡啊鱼。鸡啊鱼。嘿，爱鱼就是鱼啦。鱼啦。嘿，因遐就是念鱼。所以甲国语拢无共。无共。台语就难嘞。不要紧，咱嘛学着啊，是不是？咱嘛学着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各有分数啊。来，换人。哦，拄啊，迄题较想要有困难哦。是啊 ，Kevin 你无代无志，迄种加困难，是，嘿嘛，那较简单呢，互阮学一个。是，会紧张无？嘿，紧张哦。因为我看到伊安尼，我都唔知伊要搁问啥话。对啊，就歹斗阵的这。对啊，就歹斗阵的，来手跟个两个点。加油加油！听讲请手答，咱会当试哦，哈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伫这个保安局的正手边吼，你来看卖吼，就是有足侪店吼，啊，一个店吼，拢是有咧卖食的啦，啊是有咧卖一寡纪念品的哈。啊，我拄则吼有买这个吼花枝丸，这花枝丸有3种口味的，第一个就是紫菜，第二个就是原味的，啊，第三吼就是海菜的这个口味。啊，我先来食看卖哦。哇，你看这内底料吼。真正是迄个花枝呢啊，感觉足新鲜的，有够香的，啊，面顶佫撒一寡迄个花椒粉吼，足赞的。好，我要来做的题目就是海菜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海菜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海菜台语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加油！哦，海菜。海菜，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海菜？恭喜！哦，袂歹袂歹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这条的直接分尔吼，海菜吼，啊，平湖海菜拢是人工去办的，是一种啥纤维，真侪纤维就是纤维吼，真侪啊营养真悬的一种天然的食材，所以你去到平湖，会当。去迄个买这种海菜来食看卖哦。是，好，谢谢。平湖一定爱食海产的啦吼。你有想到这简单？系啊，这个真简单。你也要吼。哎，不要紧，咱个有，可能应该较简单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今年话来。我有想到讲，迄海菜遐尼简单无？想到海菜，啊，毋过阮想讲伊应该有别的名，无袂肯伫第3题，结果阮想济啊。平湖区的海菜要讲啦。是，海菜啊。无，伊有话袂甲你问去平湖区。海菜，嘿，因为因的这海口音嘛，海口音，海菜。所以讲，咱你看题目的时阵，你要真少看。看到底等一下会是问啥货？今日那我都爱今日叮当啊！叮当，嘿，爱先骂啦！我有发现哦，你小姐你先甲骂骂吼，题目较简单啦。是啥个 ？Kevin 哪里？就跟2个点名条讲，这就在咱台当机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即摆后要甲恁介绍一个较特殊的一种草啦吼。你看这涂骹遮吼一大片的这种草。这种草就是叫做马鞍草，啊，听讲吼，
北欧人吼，细汉的时阵，拢会摕这个马鞍草，就是有时吼无爱互迄个片仔吼拍乌吼，因为会安尼摕一个马鞍草的叶吼，放喺片安尼片的面顶吼。啊，说马鞍草吼会生即丛花，啊，会当放喺遮吼，安尼看起来高水对唔对？好，安尼我来做题目，请问马鞍草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马鞍藤的台语安怎讲？嘿，马鞍藤哦。马鞍藤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小婷。牛哩。马鞍顶。哦。马鞍顶。你袂歹哦。马鞍顶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看卖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马鞍顶？鞍爱甲收者。等下哦。马鞍顶。蛙，对啊，马蛙顶，马顶，梅花顶。好了对。哇，老师真好啊，一边拢有一个哦。嘿，我有你机会。嘿，来，分数开始。恭喜你1分哦。来，听老师解释。来，听一个。马蛙顶啊，因为伊的形亲像咱骑马啊咧用的马蛙。啊，这种有恩的，就是片仔出来，所以我来教囡仔讲，这片仔侧翼甲定咧，蛙，伊的这个拼音就出，嘿，马蛙顶。啊，佮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吼，拄才是讲伊生啥，咱的马蛙嘛，吼，啊，迄个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咱的平湖，哦，遐有啥，有一种。蚝最有学问的鱼，哇，嘿蚝，啊伊嘛生迄个，伊的叶啊嘛生迄个蚝，啊因为这种伊原来是会酸的迄种顶，有无？哈，所以佮叫做蚝顶。所以你若去遐，哎，对，去平湖，你爱讲蚝顶，因拢安尼讲，哎，啊马蛙顶是直接翻的，不要紧，老师哦，拄啊拢已经。拄啊，加一个哦，老师真公平哦，嘿，意思是讲要互恁看会当平手无？是啦，嘿，因为最后一位啊哦，好来，拍拼，咱今日换人，这是平常时啊，咱若是讲有去偏哦，佚佗的时阵哦，其实他甲因遐人加开讲，嘿，安尼你就知影讲啊，这海产安怎讲啦吼？较早我较袂晓讲台语的时阵，去若去海口腔哦，讲上紧我听无，伊讲较上紧我听无，伊印象咧，不去天顶个装你头壳。有影，足歹念的。不过迄就是一个家乡音，就足好听的。嘿，啊，不过咱惯时间咱无听这声，唔知对怪。对，敢若唔是，无去到遐的感觉。啊，不过你若嘿，你若记听因迄个啊，你在地吼，嘿，讲讲你哦，敢若你收水安尼，软安尼，搞一个。真厉害，不要紧。你咋看牛的呢？啊，学长，无，伊唔是上，伊唔是迄落啊，上菜啊，上菜。系啊，是你啊，你在学迄落啊，因为我较有气啦。因为我看你拢800几个。好来，手跟个两个店面，调讲请手大咱当吃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真朋友。这个字看起来就是全北哦，上传统的闽南式自落的保存区，因伊就有特色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你看没有？这个就是老古石，老古石伊主要就是已经死去的酸蚵，所以呢，北湖人会将这个酸蚵吼来起厝，所以你看嘛一下哦，因这拢是老古石吼，所以。大部分的厝吼，拢是用这个已经死去的酸蚵来起厝的。好，所以我今摆要来出的题目就是老古石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老古石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老古石哦，好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来。山五椒。山乌椒，椒头山乌椒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山乌椒？山乌椒就歹势咯。哦，伊偌阵讲的是你甲翻出来，嘿，是。你有捌听过？因为我有去过平湖，啊，毋过老古石。根本老古椒哦，老古椒哟，我去看卖啦，老古椒这我没听过。哎呦喂，哎，老古椒吼，确定吗？来，我问啊，老师，
对唔对？老歹势啦。啊，查起出出来啦。是，哎呀，就是这个音是不是？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念。来，老师。来叫做罗锅节。哦。哎，罗锅。啊，这节当然话人的腔口较加讲罗锅节嘛，不要紧。哎，这是咱拄则课文讲嘛吼，澎湖一寡古早厝拢用这个起的吼。啊，因为澎湖的这个海风啊啦，顺叫嘛吼，啊土巴搁有啥有盐分，所以菜色做歹种的吼。啊，因就利用这个罗锅节吼，带因的徛家啦，也是这个菜园啊，吼，会头前为这个A 墙啊，啊来挡这个海风。啊，其实咱的家人遐八斗啊嘛有这种罗锅节。是，好来。感谢来请回，来看一下分数。哎呦，安尼差1分啦。来，咱看咱明日的咧。明日1000，即马得了1分。哎，啊那咱青春的咧？有2分哦。所以讲咱1万块爱放在倒位？1万块的奖金要送给咱的青春的，即马有15000块咯。哦，好，不要紧，我继续落去哦。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。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咱这个回合就跟咱3个答案尔，就是 A、B、C。啊，咱若做阵的时阵吼，唔通全部拢甲出去，因为你家己的声宝无人顾的时阵吼，嘿，炸弹若弹过来吼，可能会全部拢无去，全部拢灭亡安尼。所以讲哦，咱就爱甲这吼风险甲分开安尼。好，来团结起来哦，加油！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日本时代，日本人甲倒一粒山号做新高山？新高山拢可以 ，A 阿里山 ，B 玉山 ，C 细山。新高山嘛，新的高山，无参像迄富士山，无参像因的，所以新高山可能是玉山。啊，我嘛是感觉讲吼，阿里山就伫玉山边啊尔，啊玉山搁较悬，啊又搁看到玉山，可新的高山。日本建设上济所在就是咧阿里山。正确的答案是日本时代倒一粒山或者新高山，讲过倒来报你知哦。好来，进入10秒的时间。来哦，来，新高山、新高山、阿里山、玉山、细山。风险甲分开哦。加油加油！来哦！5、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时间到。好来，咱请起站。起来。来，哦 ，C、B、好，这边是 A。哇，来，你感觉是玉山哦？嘿，因为阿里山我记得叫竹罗山。是。嘿，然后新高山嘛，新的高山可能较早未发现，无参像迄。日本迄座嘛，要安怎讲？富士山无参像因的，啊，所以新高山可能是玉山。是，所以讲恁这边风险哦，就敢若无 A 尔咧。我 A 感觉无可能，所以我们感觉就。伊讲 A 是竹罗山呐。来这边哈。来。C 个 B 一个，哦 A， 来，我问一下，来，第一。阿姨啊，你哪会选 A？你感觉是阿里山？因为讨论过时阵，日本建设上济所在就是咧阿里山。哦，是。黑车。哦，有影。嘿，所以讲你感觉是？以这个想法，阮大家讨论过，以这个想法去阿里山去的。真的。啊，所以 B 是风险。嘿 ，B 是风险。啊，我嘛是感觉讲吼，阿里山就伫玉山边啊尔，啊玉山搁较悬一寡，啊又搁看到玉山去，新的高山可能是安尼风险嘛有可能。好，可能哦。真好 ，A、B、C 拢有啊。对。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4条命，才有1条命。好，来麻烦
后来台湾有2粒山，是平上顶日本精神的富士山搁较悬。第一粒玉山，大悬的3952公尺遐悬。第二粒是咱的雪山，哦，雪山有迄个3886公尺遐悬，吼。啊，日本的富士山偌悬尔，3776公尺尔，吼。所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吼，这个明治天皇就伫1897年下令甲玉山甲合作啥？新高山，意思就是日本领土上界悬的山，啊，雪山大家叫做次高山。哦，嘛平阴的富士山较悬，嘿，所以这条你就要有一个概念，台湾上悬的山是啥？玉山。玉山。啊，日本上的悬的山是啥？富士山。啊，咱平阴搁较悬，所以安那叫做新高山。嘿，所以这条的答案是玉山。不要紧，4条命，1条命，咱哎呦一定要加油哦！刺激，刚才冰寒。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个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人算面积，定定用迄个平还是几平来算吼？你敢知影一平吼大基号是偌宽的 ？A 100公分乘以100公分 ，B 180公分乘以180公分 ，C 300公分乘以300公分。哦，乘以咱台语是讲见方对无？数方。嘿。好，来，0.10秒的时间。是。来。平啦。嘿，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哦？来。100公分、180公分还是300公分咧？嘿，咱讨论解斗3公尺。来，想看嘛？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是啊，来是，好，来，请起答。请起。哦，你看 A 连那是 B， 一条钢诶，看一条钢诶，哦。玻璃嘛，100乘100就是100平方，这算见方嘛？是见方，数方见方咯。是，所以你感觉是8倍？我感觉是8倍，因为我会记的是一平差不多2.33呢。是。所以应该是8倍。8倍。300我感觉伤长啊。伤大啦。是。阮兜就无法看，是我买唔到啊。有可能。咩？现在20几倍，你应该哦，20几倍你300，20几哦。300就真大呢。300是，所以讲你甲风险分开这边就是嘿来300，嘿。我印象中就是6尺搁6尺啊，啊1尺差不多30公分，是，啊所以6尺就8倍安尼，应该是差不多啦。安尼算嘛是有概念嘛？真有概念，真有。无唔对，好来这面 C B B， 来2个答案苗，咱来看这里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这边2条命，这边1条命，老掉哦！加油！好来，台湾人算面积定定用这平，啊这平是为日本来的，啊一平就是6尺4方，啊若唔知就是差不多2块榻榻米遐尔大吼，啊1尺是大约是30.3公分，啊6尺就是181.8公分嘛，就180公分桶。啊，所以为着要安那，互人较好记的，就规气讲180公分乘180公分。是。咱继续哦。好，来后一题。好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食肉食3层，看戏看乱谈，这句俗语是什么意思呢 ？A. 内行的才知影会享受。B. 看代志爱看福头 ，C 介意互人扑塔。好，来你有10秒时间咯。哦，几几秒哦 ？A 啦，乱谈。A 吼，爱享受嘛，看电影就是爱享受。来哦，困难就困难咯，才知影享受。看代志看福头，啊无就是介意互人扑塔。哦，这有快点。来哟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
哦，咱甲风险甲分开啊。是哦。好，来，你选的是 A，内行人才知影享受。我 A、B 拢有感觉啦，C 较无可能，所以阮就分开。是。嘿。好，来，这边嘛是共款哦，爱看后头是不是？头前2题答案拢是 B 啊，第3题应该嘛是 B 吧？我袂讲，嘛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是吼，食肉食较济，啊看戏乱，啊毋过知影代志，啊看好头。哦。虽然乱，啊毋过我看头才有道理安尼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拔无到，哎呀！哎，来，麻烦比佑君，麻烦甲阮试一个失败。哎呦！好来看开始，大家唔知迄2字要念吼。迄2字叫做烂弹。烂弹是咱的传统戏剧，嘿，传统戏剧吼。好，来，啊，到一个选项，我嘛念一个这诗吼，介意互人铺塔，互人铺塔啦，做人甲铺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拢知影讲，猪肉上好食的是对三层啦，因为三层啊，袂伤瘦，袂伤肥啦，啊嘛袂伤瘦啦，吼。所以即句食肉食三层，啊看戏看烂弹，就是咧讲哦，这是啥？内行的啦，内行的才知影会享受吼。所以就是咱讲的啥？内行的看布袋，啊外行的就对人买啦。哦，所以这条的答案是内行人才知影会享受。好，来，即摆上重要吼，看啥拢无重要，看分数上重要。是啦，重点是啥啦？变盘啦。是的，是。看咧，这边变过，那边我对啊，变来变去咧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看这边，下边你咧。啊，还有1条命。嘿，安尼即摆5000，即摆奖金过来变成25000咯。哦，25000啊！是的。好，今日来去，小气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咯！奖金偌济？25000块啦！所以我算起来是有25秒。是的，25秒敢有够？一定无够，我甲你30秒好无？25秒啊！是啊，莫靠着家己的秒数，就才摕到25000块。无唔对，我拄一直笑你跳舞跳到最好笑的你。啊，速度要紧哦！跳不了，我死了嘛！我拍谁打的？好来。55，加油！好，来，车开始。人无叫你，天理天无叫什么？叫！啊，正确过来，目睭看悬，无看低，正确过来，看红姨。上刺激的奖金赛准备开始咯，会当摕走偌济奖金嘞？55，加油！好，来，车开始。人无叫你，天理天无叫什么？啊，正确过来，目睭看悬，无看低，正确过来，看红姨。这是啥？看阿姨。喂，正确过来，人家吉四卡，正确过来，什么？谁好正确嘞！先甲因恭喜吼，无简单吼，来，厉害！第一条，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子，吼，咱若无照天理在做代志，啊那要乌白开发，乌白插树啊，天公伯啊，嘛会甲咱处罚咯，吼，这个意思。来，第二个，目睭看悬，无看低，哇，目睭生对，头壳顶，啊，那对种好业人，就安尼扑塌塌，啊，那迄种无身份、无地位的人，啊，就安那，无甲看在眼内，吼。来，第三个，看翁姨顺话尾，翁姨就是咱的灵媒巫婆，吼。啊，你咧甲问的时阵，伊拢对你的话尾咧讲，互你感觉呐，敢若足准的，吼。来，第四个。
人两骹钱四骹，啊两骹走较慢嘛，四骹走较紧，表示安那钱足歹赚的。好，来上尾第5个。生囝师仔啊，饲囝爱师傅，哦，意思讲生囝较简单啦，啊，要甲囝栽培晓大汉是足无简单的。以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奖金我这，今奖金有23000块啦，恭喜！快乐今晚给大家颁奖。哎，较想要哦，真正有福气啦。来，恭喜！啊啦，咱这边哦，其实唔通演去啊。是。嘿，阮有好康要报互你。是，阮专家有订有 app。有 app。嘿，就是咱拄则算的俗语我来排，咱登去了吼，免费甲download下来。嘿，啊你若搁家己你算算，算到尾啊你分数不哩好的时阵，请搁报名来参加。好，来试看麦。来连续姐，来连续姐，大家拢有在试哦，来，一人试一题，一人试一题，开始。来，你先试，来，嘿，大鸡鸡，慢题，好来换后一个过来，做什么贴本？公斤，来公斤，进角哦，来，三笑，哦进，笑，唔对，三笑，哦会使，来，细汉头板舞，大汉头看舞，进角过来，上尾一个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就是安尼啦，不要紧，再过来佚佗的话，加油！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边来去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拜拜，谢谢，感恩有缘再来佚佗，谢谢，啊，感谢，别客气，谢谢，有缘再来，谢谢，谢谢。